南山嘅渡月橋景色的確係遊南山必到嘅。本影片會分別介紹踏入渡月橋前左右兩邊啦，同埋過渡月橋之後左右兩邊嘅好去處，讓你係到南山遊玩嘅時候可以及早計劃你嘅路線。除咗渡月橋之外，南山當然有好多好去處啦，長十通有唔少食肆同埋店鋪㗎。竹林小徑都係出名嘅好去處，常植江子，周圍嘅紅葉值得一來。我哋兩個冇付費入寺內係參觀。我哋當我哋走到清涼寺嘅時候，天色已經漸暗啦，而且快要閂門。第一部分係位於渡月橋入口嘅左邊，嗰度有唔少係買手信嘅地方，仲有唔少旅遊巴喺度停泊啊。呢邊冇乜嘢遊覽嘅景點。第二部分係位於渡月橋入口嘅右邊。影片就係沿住河畔嘅文華館走到橋口。你睇下，路係好豐富好走㗎。途經呢個福田美術館，唔好錯過係去福田美術館嘅餐廳啊！嗰度可以休閒咁樣欣賞到南山嘅景色㗎。同時，我哋兩個呢係入住嘅酒店嘅必經之路嚟嘅。片尾係有酒店嘅開箱。我哋兩個由京都站坐 JR 去到南山站，帶住輕便嘅行李係步行大約17分鐘到就酒店，都好方便。見到遮鵝南山文華館就有船，再係向前走，左邊就見到寶嚴院啦。寶嚴院對面就係入住嘅酒店啦。周圍嘅環境係超美嘅。晚上溫度係比較低，酒店就喺對面啦，所以我哋有機會欣賞到夜風。寶嚴院嘅楓葉喺門外睇已經係好靚啦。我哋睇完夜風之後咁我有啲失望，所以白天再去多一次。由文華館走近去到河邊，呢度漫步嘅景色係一流嘅。呢處仲可以係租艇係泛舟河上，而且對面岸都係有出租點。再往前走就見到往龜山公園嘅入口。如果你住宿南山，清晨來到就比較少人啦。再往前行路係比較斜，喜歡行山嘅就可以再往上走啦。早上人唔多，呢度嘅湖光山色係倍感舒暢。當周六日人潮簡直係寸步難行嘅時候，呢一條路就幫助你輕鬆走回到去大路喎。穿過天龍寺都有唔少嘅楓葉㗎。我哋兩個冇付費入天龍寺參觀，喺外面走走都唔錯啊。如果你係想去到渡月橋上邊欣賞兩岸嘅景色，而且想拍照留念嘅話，就唔好喺星期六日啦，因為周六日係超多人㗎。甚至係寸步難行，都唔可以停低嚟拍照，甚至係有封路嘅情況添。第三部分係過渡月橋之後，左邊嘅中之島公園。過渡月橋之後，左邊就係中之島公園啦，即係南山公園。你可以再往前稍為走。呢度係中之島公園嘅另一個入口，喺呢度去往前走右邊係有唔少嘅店鋪，走遠啲嘅食店價格較相宜。我見到唔少嘅本地人幫襯，包括啲帶住小朋友嘅家庭啦，同埋學生。如果你係到南山遊玩，想食得經濟一啲，都可以嚟呢度揾食㗎。呢一間嘅煨番薯非常之好食啊，仲有唔少嘅選擇。走到中之島公園嘅尾段啦，當你買到你自己喜歡嘅食物之後，你可以走到河邊，一路食一路欣賞渡月橋嘅景色，係唔錯嘅選擇嚟㗎。
過渡月橋之後，右邊就係中之島嘅另一個小部分。呢度係有公廁，由呢度去欣賞渡月橋嘅景色都好靚㗎，唔少人係嚟呢度打卡留念。可能係因為呢度較近同埋較方便啦。推介第4部分係過渡月橋之後右轉。喺右轉之前呢，呢個位置呢係記得打卡留念啊！轉入呢度係可以遠足上山，呢度仲有一啲出租嘅小艇嘅碼頭。沿住小徑一路走，景色都好靚啊！我嘅輪椅呢，只可以走到呢度。如果喜歡行山嘅人士就可以繼續嘅上行，唔好錯過去遠望南山嘅景色啊！酒店嘅位置同埋環境都好出色。酒店嘅對面就係寶鹽苑啦。大堂嘅旁邊係有一個視野寬闊嘅小公園，公園裏邊嘅紅葉都好靚啊！閒坐喺呢度飲杯嘢都好舒暢㗎。酒店嘅無障礙設施好順暢，酒店係有浸溫泉設施，但係我哋兩個都冇興趣。房間嘅窗外有一個小花園仔，房間就較為細小啦，有個小雪櫃同埋茶水間，一個小衣櫃。洗手間嘅空間唔係好大，而且設施都有啲舊。早餐係日式嘅自助餐。每日嘅款式都係基本一樣嘅，而且選擇唔多。我哋兩個都喜歡日式嘅早餐，但係除咗週日多咗一款魚餃之外呢，其他都係一樣，5日都係吃呢啲，實在有啲悶。